重口味挑戰底線。重口味由3個短篇故事組成，單睇演員陣容都算豐富噶啦。當中一班客串演員表現良好，成為亮點。雖然喺片頭以搞笑方式勸觀眾唔好以正常態度睇入，但打頭陣由黃志亨執導、郭子健監製嘅《驚話春夢》，真係好似預告咁講，挑戰觀眾容忍底線，喺短短幾十分鐘入面亂咁嚟，比低俗不文更加下流嘅冷笑話免身之線，將宅男同女神嘅故事草草交代，忽略主體情節鋪排。第二個故事獨孤求愛，陳偉霆同陳靜嘅黑夜運毒過程就未算驚喜啦，但都算 OK 嘅。最後由羅耀輝執導、阮世心監製嘅有殺有賠，就挽回翻所有分數，唔單止帶出故事主旨，笑點雖然重口味弱，但都算係咁啦。影評人張居就俾2個起啦。